我哋開發智慧病床管理系統嘅初心好簡單，善用科技，整合資訊，唔想再令病人喺急症室等入院等咁耐。我哋決心要加快入院嘅流程，令到佢更加快、更加準確。有見及此，我哋決心建立一個電子平台，將急症室、床位系統同埋各病房嘅資料即時同步。eAdmission 嘅系統咧非常之簡單，令到我哋可以好輕鬆咁樣派到症。自從用咗 eAdmission 系統之後，我哋收症嘅效率大大提高，令我哋嘅病人更快得到適當嘅治療。呢個系統清晰又方便，可以俾我哋準確掌握病人最新嘅情況。呢個系統令我哋可以隨時隨地處理急症嘅病人，連佢哋感染控制嘅情況都一目了然，令病房可以喺收症之前做好準備。自從有咗呢個系統之後，病人可以快啲上到病房，急症室就再冇以前咁擠擁啦，真係雙贏啦！依家病人喺急症室等候上病房嘅時間已經縮短接近2成，成效顯著。我衷心恭喜開發團隊得獎。智慧病床管理系統唔單止係善用科技嘅好例子，更重要係跨部門團隊以人為本嘅體現。隨住系統逐步推展到其他醫院同聯網，更多病人同醫護人員共同受惠，我為團隊感到非常自豪。智慧病床管理系統，流程革新，惠及病人。